蹲坐在角落，老人家专注地从一条线开始。我们以前没有人教我们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拿那个骨架，一直绕线，一直绕线。棉绳缠绕2-3圈固定位置，曾美英做了近40年，靠手指丈量精准度不出工具。做客家油纸伞、削竹子、做伞果都以男性师傅为主，女性多数从缠线、备纸开始分工。来自美浓广华兴老字号，曾美英承袭传统做法，不用白胶，用柿子油，可以同时上色、粘着，一物两用。也是客家人的头脑。哦，婆婆说这是客家人的智慧，懂经，很精明，对不对？对。柿子油让纸张紧密贴合，伞头的部分特别重要，这叫做主脑。做得不好，下雨就会漏水。要轻轻，不要很大力。我们看着曾美英手这么绕一圈就完成，已经拜师学艺好几年的阿娇却说，真的很难。最困难的就是这个竹脑子，这个因为它竹得不好，弄得不好的话，它就是死脑，它整个伞不能往下收。真功夫就在这差别，而且尺寸越大，难度越高。我要做一直齐的伞，看一下，我要做下来竹脑子我的纪律。阿娇发现有伞面破洞、伞骨断裂，还是要交给老师傅修补。透过一针一线，一代人传一代人，慢慢形成文化。油纸伞虽然丧失实用性，却穿上更美丽缤纷的外衣，在这个时代变成工艺品。越来越少了，没有人，对。老一代希望后继有人，下一代想创新的路。转型设立的民俗村里，手工制作油纸伞，希望留住传统手艺的现在和未来。上课喽！也係客家人嘅頭腦，動靜；也係客家人嘅頭腦，動靜。